突發消息，今日河馬缺席法庭嘅聆訊，喺開庭前，法庭先至收到通知，因為喺27號，河馬咧就去咗精神科嗰度，跟住要留院，所以就缺席咗今日嘅聆訊。係咪好神奇呢？咁就令我想起一部電影，叫做《飛越瘋人院》。呢部電影係攞咗5項奧斯卡金像獎嘅。河馬同故事嘅主人翁亦都好相似，大家都咁識玩嘢。故事嘅主人翁就係為咗逃避坐監，就扮癲入咗精神病院，最後主角嘅下場就好慘啦。河馬嘅下場會唔會好似主人翁一樣呢？咁我就唔知啦。呢套戲係好好睇嘅，各位有興趣嘅觀眾可以上網睇返。河馬咁識玩嘢，我真係希望青山可以留返個位俾佢。呢條友呃咗香港嘅公屋，同埋浪費咗香港嘅資源。咁河馬缺席聆訊，會唔會逃過大難呢？不過唔緊要，陳廣池法官呢就即時排咗個快期俾河馬。2個星期之後，11月13號又再開庭啦。到時唔知河馬出院未呢？正所謂人在做，天在看，到時真係喊都無謂啦。全香港嘅市民都買定花生喺度等11月13號呢一場戲點樣做落去啦。多謝各位收睇，拜拜。